喺職場入面，我哋經常都會面對好多隱形成本，追唔完嘅指標、重複嘅會議，仲有嗰種無時無刻都要 on call 嘅心理預期。呢啲因素唔單止係體力上面嘅消耗，更重要嘅係佢哋會令到你嘅神經系統長期處於一種生存模式，令到大腦難以進入深度思考。當一個人長期處於緊繃嘅狀態，我哋嘅創造力、決策能力同埋判斷力都會明顯下降。從顯化嘅角度嚟講，如果你嘅內在頻率充斥住恐懼同埋焦慮，你只會吸引更加之多令到你焦慮嘅瑣事進入你嘅生活。只有當你嘅核心係穩固平靜嘅時候，你先至可以喺混亂嘅工作環境入面清晰咁樣見到真正嘅出口，重新攞返生活嘅主導權。